嗯。这个红色的哈。That big one. 我抓到一只红色的，这是快点，我抓到很多，还有一个。这一盆快拿过来，我要丢了。这个盆拿给我，快拿！我在这儿呢。好。给他。小心弄湿衣服啊，没有的换的。阿姨。好，给你。谁呀？气拳呀！好，时间到。他个自己刚开始的时间到。那不是这里面。这是拉着。阿姨。肯定是新的，让他们也玩水。太累了。让他们也过来玩水。来玩水吧，去把龙虾放好。No, it's not hot. 不要了。来把那个东西拿走了，然后过来玩水。去放好你先玩水。不要了哇。喂。嗯。一下3只。我刚才直接把板真的狠狠的。